呢段短片咧係教大家點樣咧利用 GarageBand 咧錄製一個多聲部嘅合唱嘅。上堂咧就會講過啦，我哋咧會做翻一啲和音嘅編寫。咁呢一度咧就係上一次我哋做過嘅知識回顧，包括唱名音級、調同埋和弦啦。咁我哋主要會用嘅和弦係4個，係1和弦 Do Mi So， 即係135啦；4和弦 Fa La Do， 咁啊係即係461，跟住5和弦 So Ti Re 572，同埋6和弦 La Do Mi， 咁係613嘅。咁我哋攞翻夢伴呢首歌為例，咁你見到咧佢就係用呢4個調嘅啫 ，F、G、C 同埋 A minor。咁就正正咧係我哋剛才嘅 F 就係第4和弦 ，G 係5和弦 ，C 係1和弦 ，A minor 係6和弦啦。咁我哋睇翻呢一度寫咗嘅啦，我哋會照錄翻第一、第二句做 demo 嘅。咁我哋打開 GarageBand， 當然你亦都可以，如果你有信心一剔過用 Acapella 嘅都可以啦。咁你先開一首新歌，加入我的歌曲，然後揾錄音機揀人聲。閃閃剩下我北風中，漆黑中帶着淚。咁完成咗錄第一步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錄第二個聲部，都一樣揀翻人聲，錄音機裡面嘅人聲啦。然後就可以撳錄啦。咁我哋睇翻第二句唱嘅時候咧，我哋會唱。會唱呢個聲音喎。今天星閃閃，剩下我北風中，漆黑中帶着淚。好，錄完第2條之後咧，跟住我哋就可以錄埋第3條啦。咁當然你可以聽聽個效果先。今天星閃閃，剩下我北風中，漆黑中帶着淚。今天星閃閃，剩下我北風中，漆黑中帶着淚。完成之後咧，可以聽翻整體效果啦。今天星閃閃，剩下我北風中，漆黑中帶着淚。咁如果你發覺咦主音應該要大聲啲，和音應該要細聲啲喎，咁你調校一下佢就得㗎啦。我哋再聽一次調校咗之後嘅效果。今天星閃閃，剩下我北風中，漆黑中帶着淚。完成之後咧，撳翻我的歌曲或者呢個頁面啦，然後改一改翻名，改翻做自己嘅班名學號，中4嘅 E 班啦。咁咧就跟住寫翻你嘅學號啦，然後寫翻名啦。之後咧就可以將佢匯出㗎啦。咁撳共享，然後揀歌曲，咁就揀低品質可以啦。咁分享之後咧，大家可以利用個電郵 send 去俾 Michelle 咯。咁我呢度咧就會撳一撳啦。咁我哋需要一啲時間去導出呢一首歌嘅。咁老師嘅電郵係smw@tkp.edu.hk。咁所以咧，同學咧可以咧貼翻個收件者係老師啦，然後就可以 send 出去噶啦。完成，咁你嘅功課就交咗啦。